高雄前顶渔港今年唔拿掠到10万吨的阿根廷鲈鱼，散卖的数量也成长4成，渔获量是这3年来上界悬的。渔业署表示讲，会继续甲国际渔业组织合作，服育这海洋，提供予台湾品质好骨俗的海产。 远洋渔船伫咧渔季结束之前，伫西北太平洋掠的散肉，一箱一箱拢已经底好势，准备要就市咯。根据台湾区游渔工会统计，今年散肉掠到6.7吨，平去年要加出4成。另外，今年台湾远洋舰队到南大西洋掠鳙鱼嘛有好收成，今年鳙鱼的介绍嘛对咧讲。今年有75只船啊，76只船啊，去 参加这个福克兰群岛伊的渔业合作，去年大概4万吨遐，今年啊10万吨，所以伊的产量增加差不多2倍半啦。较加哦，较会好啦，加买就过来食。 鳙鱼工会表示，早期鳙鱼拢是国外进口，即马工会的远洋舰队有107只船，台湾的舰队掠鱼的数量佫较是世界排头名。毋过为着渔业资源的永续发展，希望莫佫出现用过掠过量乌白掠的状况。鳙鱼工会嘛甲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合作，这几年掠鱼的数量哪来哪稳定。今年的一个产量的部分是这3年最高的也就是说，借由大家 的一个协助跟努力的部分，让我们的资源做了一些的回顾跟成长的部分。那我们也希望业者还有就是各位的部分能共同来支持台湾的渔业，让我们的台湾渔业能永续。目前台湾远洋舰队掠的鳙鱼甲散卖产量，唔但会当供应咱国内市场的需求，佮通加工销去国外，用友善海洋生态的讨海工法，永续渔业资源。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。